有時你做一樣嘢咧，本住一份精神，但係咧好多人唔理解啊，會有一種無奈。孔子都曾經遇過，佢咧好慨嘆啊，事君盡禮，人以為諂也。佢咧身處喺呢個魯昭公、魯定公同埋魯哀公嘅時期啊。當時咧魯國嘅君主咧嗰個大權已經旁落咗噶啦。咁啊，但係孔子咧依然係好尊敬呢一個君啊。但係咧其他人咧就認為佢係咩啊？係諂啊，係諂媚，諗住討好佢哋，唔知係咪為咗攞啲咩着數咁，所以佢有呢種慨嘆。佢就事君盡禮，事即係侍奉啊，佢侍奉君王咧，依然係盡呢個君臣之禮。但係其他人咧就唔明白，佢其實喺度維護緊一個禮儀嘅制度，一份禮嘅精神，就認為佢係諂，認為佢係咧係討好君主。但係其實孔子想講嘅就係君臣之禮本身咧，根本就唔應該廢嘅。